讲到这流感疫情有加悬的趋势，台北市政府统计顶礼拜校园通报流感个案超过2000人次，是112年来高一礼拜上悬的纪录。这中秋连假过后，而且这疫情有可能搁再升悬，鼓励民众就要赶紧去注疫苗。甚至有医生讲，今年流感病毒有变异的趋势，甚至有病人3个月内得2届流感。中秋假期有营业的诊所一直有民众上门，第一线医师观察，趁假期来做流感疫苗人未少，也未少人是发烧。其中确诊流感的差不多30%，观察因为病毒有变异出世，也有人3个月来重复感染无同款病毒株的流感。大部分都是以发烧为主。那合并的说有头痛、全身酸痛、疲倦无力等等变种，所以说大家变得比较没有抵抗力。所以说，而且甚至有2种以上的流感在流行。医师指出，目前流感个案也是 A 型流感为主，有病人确诊 B 型流感。疾管署监测9月1日到9月7日，类流感门急诊有12外万人次，出现上升的趋势。台北市卫生局观察，尤其校园流感疫情增加真紧，顶礼拜接到流感通报2181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增加32.6%。今年9月以来，流感的这个门急诊的疫情都有升温的情形。那尤其以校园的流感疫情更为明显，疫情呢来到从12年以来的新高。今年做流感疫苗到测试为止，总共做人数是去年同期的2.6倍。不过，工会学者陈秀熙分析，在流感疫情多病毒共存出世之下，推估做疫苗至少要达到70%才能降低疫情规模。因为疾管署监测全国最近4礼拜已经接到66件遭白群组通报案件，其中7成是诺诺病毒，也提醒民众伫中秋聚会要注意手部卫生，实在爱煮食。若是有技术症状，赶紧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